全地着黄摇花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摇花，唱歌来到伊的面前。这时，请咱三甲起立来吟圣诗336首，这时候让我们起立来唱圣诗36首。我主摇花，你名是至圣。 一个春，世界平安，我主的摇花，把你的天堂，把你从未所中花叶为亚太，一言为作成花叶。 请坐，这时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万关灵也百位上帝，我感谢你。伫上个主日，正兄弟姊妹用欢喜感恩的心来到你的圣殿，要用圣洁的砖塔来敬拜阿罗你，因为你的疼实在极大。 你想做阮的恩典，永远拢算袂了。你也袂捌留一样好面，无遐会行正直的人。我愿一世人徛起摇花的厝，要永远学录你的性命。恳求圣神即时充满伫阮中间，互阮存刻薄的心来领受真理换命的话，认真学习主耶稣的模样，做一个忠实的信徒。 阮在既若谦卑接纳你的，你就要成做阮性命的主宰。虽然阮已经受拣选成做你的囝儿，抑佫阮抑佫是一个无完全的人。阮家己知阮的过失，时常骄傲，无够硬疼心，无照主的教示去行，地界一再陷落做会迷惑甲捆绑。 亏欠主的荣耀，求你无用你的面，无看阮的罪，怜悯我，照你丰盛的慈悲，撤销阮的过失，互阮的罪恶一尽洗除。我要感谢上帝大的恩典甲疼痛，互成年教会100多年来，
对你领受最的产业。抑句，阮袂通掠即个做夸口，阮应该更加谦卑，超出上帝旨意。因为阮对你领受偌侪恩典，就应该有偌侪回应，尽力来做主的工。求圣神感动激励正信徒中级牧师团，甲主任牧师的带领下面，互阮同齐向所差标来跑走。就是要互双年教会成做一个充满听甲关怀、认真研读圣经、爱祈祷、温群做工，会当受上帝祝福，成做一个同心合一的教会。阮所徛起的台湾，是上帝你所创造美丽宝岛，是真远大汉的土地，伫遮有关山。有美丽海岸，有认真打拼2350万的百姓，因为祖先甲前辈的血汗流落水的脚印，互台湾已经成做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伫各方面拢受到国际的注目甲认同。抑佫最近台湾内部因为对国家认同的看法，产生侪的纷争。也造成人民心内的不安。求主你示落人民，显明公义，互所有的台湾人会当疼惜这个土地，团结打拼，互台湾成做有公义、有尊严、充满和平、受主祝福的国家。这是阮也要为阮兄弟姊妹中间，既若身体有病痛、心灵忧伤。也是拄着任何困难，求你示落人民，顾念因的软弱甲需要，使因有够额的信心甲气力。凡事借着祈祷、祈求甲感谢，会当赢过一切试炼，互心灵得到安慰。因为阮知你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力量，是阮伫患难中随时帮衬。这个时候，我们也要为今天来到我们教会一起参与敬拜的淡龙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们祷告，求主你的圣灵充满在淡龙教会，让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事工能够蒙主你的祝福与保守。我的祈祷无够额，这是我要用主教示阮的主祷文祈祷。天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地面像天。阮的死拣予阮，赦免阮的过犯，赦免阮过阮人，无你传的事，叫阮脱离天国安宁永驻守，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来交托启应文伫圣诗后面19篇。启应文19，来啊！咱着用摇花唱歌，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对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因为海属于伊，是伊创造的。来啊，咱就鞠躬敬拜，因为伊是咱的上帝。
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这时请咱起立来念圣诗53首，专灵独一的王。让我们起立来吟圣诗53首。请坐，下面赞美，咱今仔日是淡农教会诗班，伊要为咱念的两首诗是：如果遇到困境不如意，第一首是耶和华祝福满满。Yesus sama yo
天使的声音，让我们鼓掌，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这时，请咱来用读上帝的话，记载两个所在。第一个所在是马太福音书第25章34到40节。马太福音书25章34到40节。现代中文译本45页，台语和日本32页。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念34节。然后王要对伊正边的人讲：“望我爸赐福的人啊，恁来承受对创世以来就为恁有备的国度。因为我枵恁互我食，喙焦恁互我啉。我流落异乡，恁收留我；我赤身裸体，恁互我穿。我破病，恁照顾我；我坐监，恁来探望我。”迄时，遐个义人要回答：“主啊，阮什么时阵看到你枵，互你食，喙焦互你啉？什么时阵看你流落异乡，收留你？看你赤身裸体，互你穿？阮什么时阵看你破病，也是坐监去探望你？”王要回答：“我心中甲恁讲，既然恁为对我的中间上至微细一个人做，就是为我做。”第二个圣经是《使徒行传》20章35节，第二个圣经是《使徒行传》20章35节。伫现代中文译本219页，台语和日本160页。20章35节，我伫逐种的事工的顶面，互恁留着模样，甲恁讲，恁应该安尼温群工作来帮助软弱的人，爱记你主耶稣亲自讲过的话，互人的比对人提的较有福气。圣经以上，愿咱拢会当照主教示咱的话去行。今仔日，咱主任牧师、蔡牧师要带互咱的信息是木星系列29分享，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咱教会关怀主日，咱特别要关怀阮厝面的传道书，一寡生活的补助，一个奉献主日。咱也真感谢淡农教会甲咱做伙敬拜上帝，因拄则伫第2堂有闹献诗，带互咱真无共款的礼拜的气氛。其实今仔日其实牧师有一领迄落原住民的迄落外套啦今仔本来要穿迄束外套来讲道，但是我是烦恼讲以后若拄着妇女主日的时阵我就比较麻烦所以今仔若是正宗甲大家分享但是主要是咱是要分享上帝的话，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我，互阮伫你的面前安静。特别是要透过你的话，阮的心要得到透放。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有属灵的知觉，互阮有属灵的智慧，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也照安尼去行。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伫咱人生的过程中间，有起有落，有时咱会真顺利，但是有时咱嘛会拄着困境。所以，当咱伫人生拄着问题、拄着困境的时阵，其实咱拢真期待讲，有一寡人会当真做咱的帮衬。一般人会称这人做做贵人，我人生中间的贵人；某人会当将伊称作天使。但是我来称作是咱生命中间的分享者。当咱拄着困境的时阵，这人才做咱的帮衬，互咱
得到真大的稳定，互咱伫困难中间会当得到支持，互咱超越迄个困难。所以咱拢足仰望讲，咱生命中间有即款的人。但是咱倒边来想，如果你来当诚做即款的人，诚做别人的祝福，其实嘛是一个足大的稳定。今仔牧师要甲大家分享4个理由，这四个理由，互咱诚做一个分享者，互咱激励咱真正会当用咱的生命诚做别人的祝福，是咱诚做别人的天使，诚做一个分享者。第一个理由，就是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咱拄则所读的第2段经文，这是保罗先生，伊要离开以弗所的时阵，伊招这个以弗所的正长老，然后来勉励，然后特别来因交代，讲你毋通袂记即爱常常温群做工，去帮助遐弱势者，然后爱记主耶稣基督，互咱的教训就是，互人的比甲人体较有福气，施比受更为有福。为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互人诶会比甲人体较有福气。一般咱来讲咱若互人诶，表示咱爱付出，付出就爱顺心嘛。达人体咱会得到，得到就是会当享受稳定嘛。照你讲是得到诶，比互人诶会当较有福气。但是主耶稣基督对另外一个角度对咱讲，讲你互人诶其实是比甲人体较有福气。为什么安尼？有真侪人有讲无共款的理由。比如讲第一种，有人认为讲互人诶比甲人体较有福气，是因为互人诶通常是比甲人体人有较侪资源嘛，已经先享受这福气，享受这资源。因为咱有资源，所以咱会当甲别人分享嘛。所以互人诶其实是比别人体、甲人体较有福气。这是第一种看法。嘛有人解说讲，其实伫咱付出的过程中间，咱会比别人得到较侪平安甲喜乐。其实咱若有咧帮助人的人，咱拢知啊。当咱若有一个人因为咱来帮助，伊的生活得到改变，伊的困境得到解决，咱心中会感觉足欢喜，甚至会比迄个人较欢喜。咱会充满一种平安喜乐的感觉。因为咱帮助别人，咱感觉咱有成就，咱有路用，这是第二种看法。但是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代志。为什么互人的比甲人体较有福气？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讲，咱的上帝就是一个不断付出、不断予咱的上帝。咱看见上帝就是一个供应者嘛。自咱出世的时候，咱双手空空来到这个世间，上帝就安排真侪人，透过伊本身来供应咱的需要，互咱富足，帮助咱，疼咱，互咱会当长大成熟，互咱有能力会当发展，而且发挥咱一切的潜力。所以咱所信仰的上帝就是这么伟大啊！为什么咱爱来到圣殿敬拜伊、服侍伊，甚至咱将全人献予伊？因为上帝遐尼疼咱，伊无留长好物无予咱，甚至上界宝贵的予咱。咱看见着这段经文，咱拢足清楚嘛吼。上帝遐尼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予因，互一切信伊的无至到灭亡，反得着永远活。所以上帝无保留任何物件，甚至伊上界疼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拢赏赐予咱。所以上帝就是一个供应者嘛，伊是一个完全付出的上帝。咱再来看圣经耶稣，上帝的囝。为什么耶稣是历史上上界重要的人物？为什么耶稣会永远存在伫咱的心中，成做咱众人的救主？关键是在于伊甘愿为着咱付出一切，放下家己，甚至将伊的性命献予咱。所以咱看见着保罗安尼讲，伊讲愿恩惠、慈爱、平安，对爸上帝甲咱的主耶稣基督归乎恁。基督照咱爸上帝的旨意，为着咱的罪
放杀家己，为着救咱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所以咱看见着，无论是圣父上帝，也是圣子耶稣，伊拢是一个供应者，完全付出。啊，如果咱今日诚做一个分享者，其实就是咱会哪来哪亲像天父上帝，哪来哪亲像耶稣基督，哪来哪合上帝的心意。咱合上帝的心意，这是上界大的人生一个福气。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互人爱比甲人体更较有福气，这是主要所基督互咱的教训，咱来记伫心中。第二项，为什么要诚做一个分享者？有一个足重要的理由，就是讲，伊是咱生命中间上界美好的代志，诚做别人的天使，诚做别人的祝福，这是世间中间上界美好的代志。我顶礼拜有咱咧分享信息的时候，我有讲过，咱的生命拢是有限，而且短暂，而且无确定性。咱每个人拢只有一生的时间尔。咱会当用无共款的方式去过咱的一生。我认为有3种方式。第一种就是清清彩彩，浪费你的人生。这就是我的后生不是老讲少年人拢讲叫做耍废啦，就是讲你即摆咧创啥？我咧耍废我都无代志通做，我伫开我的人生啦，浪费人生。但是有时阵咱耍废袂要紧，但是你若一世人拢耍废安尼就惨啊！浪费你的人生，无采咱的生命遐尼宝贵，咱安尼来浪费掉。第二种就是自私自利，拢看家己的需要，追求家己的人生的计划、人生的理想，尽完家己的责任。可能有个人达到目标，伊感觉真快活。就过了你的人生，这是第二个赞处。但是上界好的一种人生，上界美好的一种人生，就是讲，咱真知咱的人生是有限、短暂、无确定的。但是我就是要用尽所有的办法，热情甲别人分享，来经营咱的人生。这款是上界有意义的人生。你要选择倒一款？咱的生命长短，咱无法度按算，但是总是咱知影，咱总有终局的一天。有活过较久，有一天嘛会结束。顶礼拜有大家讲过，生命无在伫长短，是在伫伊的品质甲价值。咱要活了上水、上有意义的生命，就是你要认真去经营，热切去分享。安尼你的生命会哪来哪水？至少会带来下面2种效果，下面2种效果。第一种，就是咱会当伫咱的人生留落分量。如果咱会当真心去诚做一个分享者，诚做别人生命中间的天使，安尼咱会当伫咱人生留落一寡分量。这是互咱的生命充满价值。拄则讲迄个投资经营，就是你生命的投资大大得到利益。咱拢参加过个别式，个别式的时候，咱看听书单内底拢有一页会写个人的录音对吧？通常个人录音拢是别人来写的。你将来要安怎写？就是在伫你伫生命中间留落一寡分量，值得别人来你纪念啊。人拢会写咱伫生命中间到底有做过啥物代志，互人深深有印象。这是咱生命的价值。其实咱若认真去体会咱就会通真心知譬如讲牧师，永远我无法度袂记这，遐伫我生命中间做过投资的人，因用因的生命的热情甲我分享。我的老母、我的老师、我的朋友、我的牧师，因拢捌用因的生命的热情甲我分享，诚做我的帮衬。当然，有人爱摕到我的牧师娘啦，我的牧师娘不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叫我消遣，因为是我生命中间的天使。当然，各位拢是相共。我虽然来双年教会无到3档的时间，
我嘛体会到，咱中间有真侪人诚做我生命中间的天使。我拄着困难的时阵，有人安慰我；我破病的时阵，有人关心我，来陪伴我。这我拢记伫心内。而且咱共同伫即个所在做梦，咱民望讲有一天双连教会会当安怎做来荣光上帝。这拢互我的生命中间充满了丰富的色彩。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要安怎过？就是咱会当尽力去过，诚做别人生命中间的一个祝福的时阵，就伫咱的人生的过程中间留落一寡分量。这对咱来讲是非常有意义。伫去年我去到台南，调开去开咱长老教会总会。我有一个老朋友，伊20几档无见面吼，我伫遐甲伊见面。伊是我伫大学的时阵吼，一个团契的朋友。伊是马来西亚的侨生，阮毕业了后，就拢失去联络吼。伊后来伊做牧师，我嘛做牧师，阮拢互相毋知。倒有一个机会吼，阮联络着吼，知影伊要来开即个代表，因为伊旧年是做马来西亚因迄个中会的议长，所以要代表教会来甲咱做伙开总会吼。所以我知影即个消息了，我就招一寡阮大学时阵团契的朋友吼，做伙来聚餐吼。大家伫遐分享，我足欢喜的，咧想过去的代志。咧食饭的时阵，伊分享一件代志吼。伊讲伊迄个时阵伫台湾做学生吼，咱知影学生拢是生活真善食吼，特别伊爱厝人吼寄钱来吼。有时吼厝人若较慢寄吼，哇，伊伫遮就真安尼经济上就有问题吼。伊讲有一遍吼，因为阮迄阵拢住伫迄个台南大专中心的宿舍，伊讲有一天暗时吼来找我吼，甲我分享讲吼，因厝人吼已经一段时间无寄钱来吼，所以即摆拢无所费啊吼，毋知要安怎。伊讲迄个时阵吼，我拢对我的皮包摕1000块互伊啦吼，帮助伊度过2礼拜的生活吼。其实即件代志我完全袂记起啦。伊咧讲的时候，我若毋敢相信，讲我迄阵可以遐尼慷慨啊吼。因为我平常时讲做当生足欠的，迄阵吼，迄1000块是迄20几档前、30档前是对学生来讲是非常大的钱。我迄阵去学生餐厅食饭一顿较20几块、30块尔。我无想过我会遐尼慷慨啊吼。伊咧讲吼，我其实是无啥会记起来，但伊讲安那亲像是真诶吼，所以我就相信啦吼。我上个感觉吼，我感觉真不可思议，就是讲过遐尼久啊吼，伊依然会记起。我甲伊中间因为一个简单的帮衬，就伫彼此中间留了生命的分量，而且伫伊心中永远无袂记起。所以，诚做别人天使吼，诚做别人的祝福，会为着咱的性命吼，留了一寡分量，带来一寡影响。这有价值的，因为人会来笑脸。但是咱中间可能有一寡人讲，牧师啊，我不是去人帮衬，我想讲伊拢可能袂记起啦，拢无咧提起吼。安尼若袂要紧，因为咱阁有第4项，因为咱如果诚做别人的天使。诚做一个分享者，咱可能会叫人袂记起，但是咱会伫永远中间被上帝纪念。咱来理解咱的生命的价值，毋是简单活踮伫遐，因为咱得到祝福的人的心中，咱同时也因为祝福别人，会当伫永远的中间被上帝纪念。这是咱上界大的一个福气。是咱拄则所读的经文。第1节就是马太福音书25章，咱是对34节开始读对无吼？其实咱来对31节开始一直读到落尾吼。这是耶稣基督咧讲吼，最后审判的时阵的情形。伊讲最后审判的时阵吼，咱人会被耶稣审判的耶稣吼分做2个部分，吼，亲像牧者咧分绵羊同款。伊讲当迄个时阵吼。耶稣要对正病的人讲吼，
得到我的爸祝福的人，恁来啊，来承受迄个创世以来就为恁备办的国度。义的人会得到福气哦，为什么？因为耶稣讲，因为我要恁互我食，喙焦恁互我啉，我流落异乡，恁收留我赤身裸体恁互我穿，我破病恁照顾我在家恁来探望我。迄时阵义人感觉奇怪，主啊，阮拢无做过遮代志啊。当时看你要互你食，你喙焦互你啉，什么时阵看你流落异乡来收留你？你什么时阵赤身裸体互你穿？你当时破病在家，阮去看你呢？这义人感觉奇怪，但是主耶稣要讲，我实实甲恁讲，既然你为我军队这中间上界微细一人所做，就是坐伫我的身躯顶。亲爱兄弟姊妹，这段经文值得咱好好来反省，因为咱知咱得到救被称作义，是因为咱的信心对无？但是真正的信心是爱有行动的，真正的信心是爱有听的行动。意思就是讲，真正的义是为着遐上界卑微、上界微细的人付出听的行动。主要所讲，这就是做伫伊身上。为什么？因为咱知主要所基督就是甲遐受苦的人同受苦，伫因的苦难中间，主要所基督甲因做伙。所以，当咱去帮助遐痛苦的人，就是帮助主耶稣基督相款。即兄弟姊妹，咱常常认为讲我的人生爱做一寡大的代志，来互人纪念，来互上帝娱乐。但是咱却毋知，往往伟大的代志，毋是对人的眼光来看，是对上帝来评断的。所以，如果咱若学习对上界微细的代志开始，咱可能会当成就上帝眼中看做大的事。咱也爱明白，伫上界微细的代志，尽咱的能力，互人帮助。这对咱来讲，投资是上界大的，是值得咱做的。因为咱尽咱一世人的气力，敢是就是要互主娱乐？咱用尽办法，敢是会当得到互主得到荣耀嘛？你看，上帝互咱遮尔简单的达成心愿，咱只要愿意下决心，伫今仔日，咱就诚做一个分享者，奉献出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才能、你的性命，来帮助别人成功，互别人得到福气，安尼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今仔是咱的关怀主日，咱特别要为着原住民的传道书来奉献。我记得我大学还是讲做学生中心的工作者的时阵，我有时伫寒暑假的时阵会带学生去甲原住民的所在，甲因做伙生活，对因做一寡文化的交流。有时阵看到原住民的传道书实在是真辛苦，因除了家己牧会以外，为着要维持家己的生活，维持家己的生活，因必须要搁爱做事、爱工作。我捌对原住民的传道书去家己的伊家己的田去遐种植，看见伊辛苦的一面。所以咱的教会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关怀主日？就是希望透过咱做伙的分享，帮助这需要的传道书，因为咱得到一寡资源，减轻因一寡负担。虽然毋是真济，但总是因为咱小小的一项作为，会当带予因真大真大的鼓励。另外，其实咱有足侪方面会当参与，譬如讲，咱今仔看到今仔下晡3点，英文牧区有办一个活动，伊请今年即个台北书展得到首奖的一个作者伊咧关心即个无家者就是讲咱讲流落伫街头即个街友伊当时咧关心出一本册，伊来分享伊所做的工作。咱若去参与，咱过去毋知影这个代志，咱嘛毋知影参与。咱若去听、去了解，咱就会当透过咱小小的一个作为，成做一个真大真大对别人的祝福。咱今仔开始，把握咱的时间，有人需要安慰的时阵，咱讲几句鼓励的话；有人病痛的时阵，咱来关心，
来替祈祷，拢会当带予别人真大的祝福。对这个代志开始做，咱会当领受真大的祝福。愿上帝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互阮激励。恳求主你，互阮接受你交代阮的使命，成做一个分享者，互阮会当带予别人祝福，也互家己得到恩典。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一时，请咱各起立来吟圣诗317首，请我们起立来吟圣诗317首。你若欠缺，真失望。
诚济，这是咱备办心来奉献，也要欢迎第一厝内青年聚会兄弟姊妹，恁若还未写这个留名卡，请你填表了后，交技术，互阮伫遮人来甲你介绍，这是咱来奉献。咱起立，现在主，阮感谢你，因为阮所有一切拢是主你所赏赐的。阮愿意将你赏赐阮的财情甲钱银，献上对主圣工的路用。阮来恳求，咱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诚济，下面咱要来颁发奖学金，我们要来颁发奖学金。
表，比较一点。你们的奖学金都在外面哈。咱来小龙天祈祷吼，互因来学习吼，个会当伫校园中间做见证来祈祷吼，来上帝去祝福吼。下面咱来报告，咱来先开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本主日为本会所定的关怀主日，礼拜中特别为本会关怀原住民传道者生活补助金事工奉献。第2、第3场礼拜中的要特别感谢同伴教会、淡农教会4班的献诗，更欢迎他们全教会来参加我们的礼拜。愿上帝赐福满满。第2点就是咧10楼的走廊，咱有放清明节追思的感恩礼拜的停书单，请咱家己来摕。今仔日由杨新照牧师带西罗亚诗班到伫咱的安养中心参加礼拜甲献诗的分享。具体关怀本会会友邱静梅传道，就是咱邱陈丽云的女儿，要定伫本主日下晡上午10点，伫高雄中会园中教会创立牧师，佮就任第6任的牧师就受职的感恩礼拜。中部委员会有一个消息，就是第2点，咱兄弟姊妹那因为咱的奉献已经上传国税局，咱的会友若有需要用代号来奉献精神，咱到高老陈美先干事所在，咱来办理。咱来第5点就是咱4月18纪念耶稣最后晚餐礼拜，咱侍奉的中集，请咱来备办心。小会问道理，请咱参与的长老，咱来备办心来参加。下礼拜是圣餐的主日，咱也是请奉餐的长老，咱注意，咱来参加。咱的读经的进度，咱来看，咱已经进入罗马书吼，咱已经今仔日罗马书第1章，才咱继续，咱来维持咱每一日读圣经的运动。青少年的时间，甲第6页英语牧区的时间，才咱家己来看。祈祷会消息，咱有第2点，咱来看，咱已经是。每一礼拜日甲拜5全教的祈祷会已经停止啊！咱即马就是合并伫甲蔡牧师所办的幼所的查经班来结合，就是每拜2的早起暗时，甲每拜4暗时，咱有3场的查经班。一开始咱拢有一个祈祷会，所以请咱兄弟姊妹踊跃来参加。我了解是咱已经有这3场，已经超过300个会友来参加，所以咱。还佫会赴吼，咱才第2摆上课尔吼，大家继续踊跃来参加。从委员会消息哦，甲少年幼儿园福利园区，是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消息，咱家己来读。团契消息，请咱参与的团契，咱的兄弟姊妹咱详细来看，特别是拄今仔日中午12点，加拿团契因有要请蔡牧师娘。零距离接触啊，也主点那弱势就取爱与爱啊！我伊介绍有些主点，啊无甲牧师零距离接触，这可能真精彩哦。妇女团契的消息，咱来看吼，家己来看。也只一日游，咱请咱亚际的团契会员，咱家己来看。告解消息。台神推广教育中心与神学系春季神学周，这个讲座是4月11、12，就是拜4、拜5暗时7点，伫咱教会7楼
主题是基督教信仰与社会公益服务。有请两位老师刘香兰老师甲季福詹牧师因要来做演讲。报告以上，请牧师来做补充的报告，来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首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礼拜的这兄弟姊妹有一对夫妇是王成才甲陈雪娇夫妇伫咱的中间因是对多伦多长老教会回来好，欢迎欢迎。阁有这个王文甲潘坤这对夫妇因是对上海来有没有几位从上海来的朋友？来，接下来介绍乔敏慧小姐，对高雄来。伫后壁遮欢迎欢迎第六位是陈敏敏，对美国回来。陈明敏，伫倒位？后壁伫遐伫遐伫后壁遐欢迎。阁有对洛杉矶回来杨基定夫妇，杨先师傅伫后壁面欢迎。毋知有其他有第一遍来甲咱做礼拜兄弟。我特别来介绍淡农教会咱请葛牧师高玉山牧师在我们当中阁有5位长老，5位长老5位长老欢迎。因大多数拢是伫即个花莲甲台东地区的布伦族搬到即个淡水的所在生活伫遐生活的布农族人因大概有60几位，每一礼拜咧聚会今仔差不多全教会拢来咱请全教会我们在座的全部都起立好，请坐其实因是真拍拼伫都市内底咧传福音的一个教会因家己嘛有建堂当然即摆还阁有一寡贷款还未还了，但是因一直咧做传福音的工作每一档拢有即个外展的事工而且有关怀弱势的这个事工咱是咱的东盘教会咱会甲因做事工上的合作。希望讲透过咱的交流会当互无共款的族群、无共款的教会，拢会当得到帮助伫甲因分享的过程中间，咱嘛得到真大的祝福所以咱来时常替咱遮的东盘教会为台湾的正教会来祈祷所以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互阮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知影阮爱诚做一个分享者，恳求主你帮助阮，会通甲其他的人、其他的教会分享阮的生命甲经验，透过不断的分享来成全你的旨意伫阮的中间。阮特别为着今仔日来到阮中间的新朋友，献上阮的祈祷，恳求主你保守看顾因，无论因是对逐个落来到圣殿中间敬拜你，阮拢为着伊祝福。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因，互因出入拢得到平安，互因也享受伫你的恩典的中间。阮也将教会中间所有兄弟姊妹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你甲忧伤的人三甲伫地安慰因，互你甲病痛的人，求你甲病痛的人三甲伫地医治因，也互阮每一个人拢领受阮的责任，用阮的生命来荣光你。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报告更正哦，他说迦南团契是下个星期日吼，不是今仔星期日吼，4月7日吼。这是咱起立来吟上吟510首，吟诗了后，请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庙道谢恩，强受差遣。